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晴，很高兴今天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又要和观众朋友介绍客家相关文化。小邓老师，刚才画面出现好多好吃的料理，今天我们节目应该是要介绍客家美食，对吧？哈哈，小晴啊，真见来健康哦！一看画面，就啲你見本嘢，我嚟介紹客家美食文化。西本西炒嘅竹希黃梨炒木米，老鴨鳳炒韭菜。在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单元中，就有介绍过客家小炒姜丝炒大肠，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单元要介绍士文市炒另外2道，叫做猪肺黄梨炒木耳和鸭红炒韭菜。從今本日我嚟介紹客家美食文化西文西炒嘅竹希黃梨炒木米，老鴨鳳炒韭菜。炒顧名思義就係用熱油炒嘅材料。頭擺客家人為到無愛浪費食材，所吃頭生嘅以後，當到位使用內臟加入啲嘅芹菜。快炒凸顯出客家人全謙自家嘅意涵。頭擺客家人平常時就當生謙，逢年過節就免不了會邀請親戚朋友來團聚，太太享受一下。從招待親戚朋友嘅時節啦，做唔得搶食中華小菜啊，唔過啊要做唔得太過於大眾浪費，後來慢慢演變出一道菜出來。今天我們節目單元就來介紹客家的4炒中的豬肺黃梨炒木耳和鴨紅炒韭菜。竹希黃梨炒木米，其實就係你客家話講嘅鹹酸甜。鹹酸甜，怎麼說呢？竹希黃梨炒木米，你客家話按到鹹酸甜。鴨紅菜啊，係煮鹹嘅米絲哦。黃梨就係鳳梨，當然食起來嘅米絲就會有鹹鹹酸酸甜甜。原來鳳梨就是客語說的鳳梨。那這個豬肺現在還有人在吃嗎？小晴講到重點哦，亞下人啊，還冇用呢個竹希來做食材咧。亞下大部分嘅人啊，就會用炒豬肉啦，冇就用呢個上江肉來做食材。我是唐屋下嘅斯坦人講哦，頭擺客家人種黃梨就會來做菜嘅。佢下嘅黃梨啊，冇改良過。當酸，根本做唔得出隻來食。就當奇怪哦，一黃梨拿來做菜啊，兩樣來提味，一黃梨嘅米絲啊，就變到酸酸甜甜。然後你豬肉向下炒啊，cái豬肉咪變到鹹酸甜，要加上呢個木米呢，要咪係自家種嘅。一木米呢，有亮嘅一啲嘅香味，然後黃梨豬肉向下炒過，變到嘅薑絲。有冇？你嘅觀眾朋友啊，見看見流口水水了。老師應該是我邊聽邊吞口水了啦。好嘅，你客家菜啊，有幾香艷絲咯。香艷絲，正經很香艷絲呢。那另一道鴨紅炒韭菜呢？那我亦學我嘅鴨鳳炒韭菜啊，鴨鳳就係鴨嘅血，你客家人講呢血，陳州講鳳，有雞鳳、豬鳳，用蛋會先用呢個鴨鳳咯。是啊，為什麼呢？呀個雞鳳、豬鳳嘅口感啊，較硬較實哦。先用呢個鴨鳳啊，係因為鴨鳳嘅口感啊，較嫩較軟，故所就用呢個鴨鳳。韭菜呢，有的地方係講快菜。韭菜有些地方講快菜，又是怎麼說呢？韭菜啊，有的地方講快菜，係因為呢個韭菜成熟嘅速度啊，當急哦，差唔多啊，個3禮拜嘅，要差唔多就做得個來煮來食啦。故所呢個韭菜呢，有當然就講快菜。原來是這樣哦。你
今本日节目单元来介绍客家诗文诗草其中2項嘅竹希望梨草木棉老鴨鳳草韭菜，論證來講係當符合人哋兩下人嘅養生嘅材料哦。所以觀眾朋友呢，有空不妨自己煮來吃，打打牙祭哦。係喲，講定啊，人哋好客自家天使學院，今本日就講到呢度，也下嗱你觀眾朋友講爭來了哦，上來了。爭來了。